明明是最骄傲的龙王，却为了保护那女子自愿受刑。你看看你这身狼狈样，这又是何苦啊？本座觉得不苦。哎呀，你是不是又用法术干预人间战事啊？会不会又要受天雷刑罚啊？什么天雷刑罚，挠痒痒而已。哎，去哪儿？这元丹先吞下。明明是最骄傲的龙王，却为了保护那女子自愿受刑。你看看你这身狼狈样，这又是何苦啊？本座觉得不苦。沙场之上，马革裹尸乃是兵家常事，即便战死沙场，也不过换来下一次历劫。龙王大人一次又一次去救，这又是何苦？早日团聚，岂不是更好？你懂什么是情爱吗？情爱？本座从前认为，情爱就如同戏文上所写的那般缠绵悱恻，但直到自己经历过，才发现，并不止如此。那你说说，情爱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患难与共。更不是自私占有，而是长情守护。流云和阿鱼从未有过什么心愿，但陈月有，所以我一定要帮陈月完成心愿，让他这一回的人生活得尽心尽愿。